来正段消息来看，国民党为着要来扩大着反内地的声量，除了发动公投之外，马日全台湾针对着支持内地的立委也则是议员，发起着罢免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志斌、陈仲文甲张时刚今仔日宣布成立着罢摇的总部，要来罢免着吴思瑶。因来痛骂吴思瑶，并无好好来守护着台北市校园的治安。吴思瑶来回应讲，乱流来袭，希望支持者甲伊做伙渡难关。来诛吴思瑶，罢免吴思瑶。台北市议员王志斌、陈仲文、张思刚徛一排，因拢是士林北投区民意代表，含港澳区游小会嘛来。国民党基层油芒吹落去，成立罢摇总部，要甲苏北区立委吴思瑶罢免。一个不守护民意、守护党意，很多的民众主动的来跟我们询问、关心，什么时候要罢免吴思瑶？要他们知道民意的可贵，民意到底在哪里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罢免案，并不是我们对吴思瑶的仇恨。3位士林北投议员现场签3张联署书，罢摇总部嘛讲，第一阶段爱收集3000张，伫咧议员办公室拢当领表单，不过第二阶段爱要3万人，本来通过标准是68750票。今天是我就任立委连任的第2年的第1天，我有无限多的立法计划要进行。那罢免的乱流来了，我请士林北投的乡亲朋友跟思瑶一起系紧安全带。反内地变声量，国民党全台湾发动罢免，要有食安受到重视，嘛要来累积政治能量。